也建议我们许多共同结实现探访三山国王嘅发源地。今日来看台湾嘅三山国王信仰。台湾有175座三山国王庙。研究三山国王信仰20年嚟嘅文史工作者熊彦贵分析讲，台湾嘅三山国王信徒好多客系千多数嘅哦。像有25間三山國王廟嘅狀況，都有幾多好多客，而能單單唔會講客嘅，甚至唔知道係客人。園林介意咩係，是由對信仰方來尋客家嘅宗教。嗰座三山國王也是得講係尋好多客親好嘅方式。18、19世紀，三山國王曾係分布地廣東省東部嘅地方信仰。聽聽廣東人過海來台，三山國王也登陸台灣。全台主要服侍三山國王嘅廟，總共有175間，對北到南但是出有。其中土中廟20間，台中15間，中法25間。雲嘉南有30間，高雄10間，屏東25間，宜蘭青島有40間。用宜蘭人變到係講生活環境合話太亞族嘅本身嘅領域，所以佢為服侍三山國王保證佢入山出山前安全。係兩樣情況就先講，宜蘭人變到全台灣三山國王廟最多嘅地區。40間，平均差唔多1萬人有間三山國王廟。研究三山國王20年嘅熊彦貴，將三山國王信仰分作風範、客代、美觀也3種類型。同宜蘭共用，為咗愛對抗原住民，愛宗教信仰力量來支持，主要服侍三山國王嘅，還有新竹、苗栗、南投。同地方意顯揭露，東勢太模糊嘅三山國王廟。客家人信仰有兩個主要原因，第一有面向嘅想法，第二我用到嘢嘅修復性嘅色彩，這個喺度都三行，啲話用山形嘅色彩，三山國王是專門嘅山形色彩，來到他們不開墾除了同天災地變或對以外，同面對嘅原住民嚟同嘅紛爭所以除了做精神上嘅防禦上，但是本做全體依靠其實台灣青島嘅三山國王信徒，就係好落客，也就係客代型類型，但是分布地台灣西部。像係中華、雲林、嘉義一條素菜，客家老祖公帶定影響三山信仰來台灣開墾，聽等時空改變，100年過後，後代子孫強唔曉得講客嘅，唔過對信仰方，還可以看得到客家嘅宗教。喺這個所在過去是講是明朝時代、清朝時陣，都有2-3千戶誒，這個。住民住伫遮，過去就是攏是客人伫遮咧開墾。聽一些耆老講，就是他們還有一些口頭禪，就是說，要去街頭找上，要去街尾也找上，所以可以印證。你都平壤上嘅，比如雲嘉、彰化、雲林、嘉義、台南地區，呢度嘅所謂少數嘅行人，佢表示基本性嘅行人都廣東來，所以叫為服侍三山國王。表示嘅身份，然後其他學農人冇強人。電腦人都偷做冇提及，大家稱為行人啊！我唔是講我係拜三山國王來表示我係行人。清朝雍正7年重建，本政府列做二級古蹟嘅台南三山國王廟，東有路寺廟，有安多潮汕會館。條下馬清早來台灣做生意嘅人，將當地嘅信仰未帶過來，整天當中吊燈嘅包裝牌匾。係前兩書本共同移民嘅見證。同安時代，三山國王係客家移民嘅心靈寄託。而出到境，移民環境本然同化咗好落客嘅客家移民後代。透過同三山國王嘅情感連結，三山國王文化節嘅期盼，愛潛在無體嘅母語客家文化。客家新聞彭景路、齊比利、竹卡波圖。